大家好啊！今日係3月31號，呢幾日嘅冷雨天，好多果農亦都好擔心會影響做果。再有啲朋友講今年嘅幼果難拼單，以下同大家分享一個比較好用嘅方法，你可以點關注收藏視頻，以後想用啦就隨時揾到。盡人事聽天命啊！我哋種荔枝嘅要有一顆水缸咁大嘅心，呢幾日都係冷雨低溫，對荔枝結果呢係有好大嘅考驗。而我哋果農可以做嘅就係用我哋所認知嘅方法去處理，該補果嘅補果，該做咩就做咩嘢，冇使諗嘅咁多嘅，係嘛？好多粉絲問點樣先可以補果，視頻圖片都發咗好多個噶啦，你哋都冇認真睇，每個視頻我都講得好清楚嘅，你睇多2片就明白噶啦。而今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先可以補果，你點收藏視頻，睇多幾片，根據你自己嘅果園實際情況同埋生長情況去參考補果。好似呢張圖片咁，冇花、謝花、黑絲就可以補果噶啦。如果你嘅果樹係少嘅，就見到一棵咪補一棵咯。如果你係大果園，到全園8、9成、7、8成冇花、謝花啦，都可以補果噶啦。因為你冇可能等到佢全園謝花、黑絲先再去補果。但係補果配方亦都係好重要嘅，對坐果、後期棚果、着色都係起到直接嘅作用。補果建議大家100斤水加10%嘅稀酵素，25到40毫升，氣溫高於25度嘅時候，稀酵素就要適當提高到40毫升。種植方法冇係一成不變嘅，要根據天氣啦同埋你果園嘅生長情況去改變。而今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個補果方法。我24號第一次補果，而今啲果仔都好大粒噶啦。我係用10%嘅稀酵素，35毫升，小某標麗花使者50克對水100斤，大水量咁噴濕，隔10天8天再進行預補。呢2-3日嘅天氣好呢，聽日後日呢我就要進行第2次補果。2次補果係用小某標麗花使者加防蟲防菌，其他品種都係用以上嘅方法，同樣補2次。如果發現幼果難並單嘅，即係嗰啲飛機仔，2次補果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加入氨纖枝。氨纖枝對拼單都係幾好用嘅。溫馨提示一下，我哋藥物補果前可以喺樹頭或者樹頭上嘅分枝，用0號刀橫割見到冇花開啦，就可以用0號刀喺樹頭或者樹頭以上嘅分枝對口橫割1圈。到冇花謝啦，或者1個星期後，我哋再去用藥物補果。橫割係適合所有品種嘅，以上亦都係僅供參考。如果你以前一直嘅產量都冇做得好，你可以參考紅橙哥嘅方法。麗花使者1包係對水1000斤嘅，未備好嘅朋友就要揸緊時間備好啊！快遞需要3-5天時間嘅，再有要認準包裝，冇買錯。網上咧有好多漏嘢嘅，祝大家合家安康。